大家好，最近很流行画这种看起来有点无辜的眼睛大大的妆，也有很多朋友要求我画一个类似这样的妆容，那我今天就来尝试一下。这种妆通常都有大大的像娃娃一样的眼睛，夸张卷翘的睫毛，大号的美瞳，非常淡的粉色腮红，还有同样非常淡的粉色唇彩，以及白皙无瑕的皮肤。我们亚洲女生的眼睛很多都是这样往上走，画这个妆的时候要特别强调下眼线，这样才能让眼睛往下走，看起来才会有无辜的感觉。我最大号的美瞳正好是蓝色的，所以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。希望今天的妆你们能够用得上。先用珍珠白色作为眼影的底色，我这里用一个淡棕色作为眼影的主色，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，只是不要太深。用刷子从睫毛的根部的位置开始刷起，再慢慢的往上晕染。用晕染刷柔化眼影的边界。眼线画得稍长一些，让它往下走，超过大约眼睛的1/3，在最末端平行的拉出去。接着画出下眼线，外眼角的位置可以画得粗一些。现在用黑色的眼影着重加强一下外眼角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。现在我要来提亮内眼角，我用粉末状的白色眼影来搭配压制的白色眼影。每一次沾取的量来说，大约有2/3是粉末，然后有1/3是压制的眼影。这样搭配起来用，会让白色更加饱和，并且粉末状的眼影不那么容易掉在脸上。你看这个白色真的很夸张，不过这种卡通化的效果正是我要的。用晕染刷把颜色刷得更自然一些，用黑色眼线笔填满内眼线。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，那就是交叉型的假睫毛。真假睫毛一起夹一下，再涂上睫毛膏。通常我们涂睫毛膏的时候都会注重外侧的睫毛，可是在画今天这个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保证就算内侧的睫毛也要根根可见，这样你的眼睛看起来才会圆圆大大的，而不会向上走。现在我来粘下睫毛，这是我自己准备的下睫毛，用坏掉的上睫毛剪成这样一小段一小段的。在最外侧呢，我会用这种单数的假睫毛。另外那边也是一模一样的方法，用这样一个棕色加深一下眉毛的尾端。我这里再用棕色的睫毛膏把眉毛刷成棕色的。现在来给脸稍微描一下轮廓，用晕染刷沾取这样一个棕色，画在这个位置，稍微提亮一下鼻梁，
还有下巴的最高处。在眼妆完成后，再在眼底上一次粉底液或者是遮瑕膏，这样妆会更加干净一些。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中间的这些假睫毛，现在我把它们摘下来看看会怎么样。有好一些吗？所以结论就是我只会保留最外侧单数的假睫毛，你们觉得呢？这样一来，我要再加上一些眼影，才能让眼妆看起来更加自然。这个妆的腮红要特别淡，看起来很自然，像是从你的皮肤里面透出来的一样。我用的是这样一个慕斯腮红，它的质地摸起来非常舒服。嘴唇的话，我会先上一个裸色的唇膏，遮盖掉原先的唇色，然后再用刚才用过的慕斯腮红打上淡淡的粉色，最后再用一支很淡颜色的唇彩